你嘅話語中有好大嘅力量，因為佢哋係你注入額外能量嘅想法。要覺察你喺度講嘅係乜嘢說話，注意你嘅話語。如果當你講一啲不必要嘅說話，講到一半嘅時候而俾你發現咗，呢一個可以話係一個重要嘅時刻，因為咁樣係代表你變得越嚟越有意識，越來越能夠覺察你自己。當我哋認識到說話入邊有好大嘅力量，就會意識到有邊啲說話我哋係應該要講，而一啲負面不必要嘅說話我哋就應該要停止，無謂讓一啲負面嘅情緒頻率帶到去我哋生活入面。保持住講出美好嘅說話，讓自己嘅生活變得更加豐盛同富足。無限嘅宇宙就好似我哋嘅太陽，太陽嘅本質就係給予陽光同生命。除咗給予陽光同生命，否則太陽係冇辦法存在或成為太陽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太陽某一日早晨醒咗，佢同你講：我厭倦咗給予陽光同生命。如果停止給予生命，太陽就冇辦法存在。而無限嘅宇宙就好似太陽一樣，佢嘅本質就係給予。如果冇咗給予，佢亦都冇辦法存在。當我哋同宇宙嘅法則和諧一致嘅時候，就會體驗到佢持續給予嘅喜悅。請你要記住，你每一秒都喺度發出一個震動頻率，為咗改變外在環境，以及讓你嘅人生提升到更高嘅境界，你一定要改變你內在嘅頻率。善意嘅想法、善意嘅語言以及善意嘅行為都會提升你嘅頻率。你嘅頻率越高，你能為自己帶來嘅好事就會越多，而且久而久之亦都會慢慢養成你嘅習慣，讓你習慣所有嘅事情都向善意嘅方向，讓你一直保持住高振動嘅頻率。當你冇同吸引力法則和諧一致嘅時候，你嘅生命就會體驗到匱乏，但呢一個只係你創造出嚟嘅體驗。宇宙持續一直喺度給予，所以你一定要學會讓自己調整到同宇宙嘅和聲協調一致。而最完美嘅旋律就係呢一個美好嘅想法、美好嘅語言以及美好嘅行動，讓匱乏遠離你嘅生命，並且讓豐盛同富足帶到去你嘅生活。繼續同宇宙和聲協調一致。宇宙完全地徹底地愛上你，無論你犯咗幾多嘅錯，無論你現在處於生命中邊一個階段，無論你點樣看待自己，宇宙永遠都係愛你，因為宇宙會釋出無窮嘅愛同給予。你腦海入面想要嘅係乜嘢，佢都會帶俾你，包括一啲正面同負面嘅想法。若果你想你嘅人生都係充滿喜悅，請讓你嘅腦袋都充滿正面嘅想法，讓永遠都愛你嘅宇宙將你腦海嘅畫面一一實現。你真正想要嘅係乜嘢？你要嘅結果又係點樣？你嘅工作就係堅持你想要嘅結果，並且感覺到呢個結果仿佛而家就喺呢一度。至於佢如何出現，係宇宙嘅工作。好多人都喺度犯咗個錯誤，一直試圖揾出如何做到我哋想要嘅結果。例如，有一個人想去讀一間學費好貴嘅大學，所以呢個人不停嘗試去諗點樣可以揾到呢一筆學費，但係佢嘅焦點放錯咗地方。佢應該要將焦點放喺結果上面，佢需要嘅結果係可以入到呢一間大學，因此呢一個先係佢應該要聚焦嘅地方，呢一個先係佢嘅工作。將焦點要放喺結果上面，中間嘅事情就讓宇宙運用佢無限多種嘅方法令佢發生。因此我哋嘅聚焦必須要放喺正確嘅地方上。喺思維震動呢一本著作入面提到，就像掉到水裏的石頭一樣，想法產生了漣漪和波，在這片廣大嘅思想海洋上擴散出去。但不同的是，水面上的波只會在同一個平面上往不同的方向移動，思想波卻係從一個中心點往四面八方移動，就像從太陽照射出來的光芒一樣。
由此可見，我哋思想上所散發出嚟嘅頻率會影響我哋嘅周圍，因此我哋必須要經常散發住正向嘅頻率，讓身邊嘅人事物都可以接收到呢一啲光芒。你可以激勵某個正經歷困難嘅人，透過你嘅喜悅光芒嚟提振對方。你總係可以透過自己嘅感覺，得知自己係咪成為激勵之光。如果你可以維持美好嘅感覺，你嘅喜悅之光就會閃耀而且明亮。當你開始覺得沉重或者感覺好差嘅時候，你就知道問題嘅負面性正在影響你，而你一定要先離開，並且讓自己重新感覺美好。除非你內在嘅喜悅正向外散發，否則你係冇其他嘢可以俾任何人。因此，我哋經常保持喜悅，除咗可以保持自己振動頻率之外，亦都可以為他人散發激勵之光。無論你目前嘅財務狀況如何，都係你透過自己嘅想法創造出嚟嘅現實。如果呢個並唔係你想要嘅現實，咁樣就係你無意識地創造出嚟。但係呢個現實亦都係你自己所創造。當你可以明白呢件事，就會了解到對於創造你有幾大嘅影響力。而呢一刻你需要做嘅事，就係有意識地去創造你想要嘅一切。因此，意識對我哋嘅生活有好大嘅影響。大家除咗提高覺察能力之外，亦都需要提高你嘅意識，創造出你夢想嘅生活，將夢想帶到你現實當中。當你合埋雙眼，想象自己好有錢，並且想象自己正在做你希望用錢去做嘅所有事，你正在創造一個新嘅實相。你嘅潛意識同吸引力法則係唔會知道你係喺度想象某件事，抑或呢一個係真實。所以當你喺想象嘅時候，吸引力法則接收到呢一個想法同畫面，仿佛你真係活在其中，然後佢一定會將呢一啲願景回傳俾你。當你處於一個想象出嚟嘅事物而感覺好真實嘅境界時，你就知道佢已經滲進你潛意識當中，咁樣吸引力法則一定會將佢傳送俾你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